科學家宣布咗呢一個發明出現之後，人類文明將迎來終極大躍進。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泡泡，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今日我哋要探討嘅係一個顛覆人類想象嘅話題——通用人工智能。好多科學家都預測，通用人工智能嘅出現將會徹底改變人類文明嘅發展軌跡。但係點樣改變？點解會改變？今日泡泡就同大家深入探討一下通用人工智能背後嘅一個終極武器——宇宙模擬引擎，一個超級模擬器。根據泡泡我嘅研究，通用人工智能一旦誕生，佢好有可能會創造一個超級模擬器，一個比我哋依家所有嘅模擬技術都先進嘅模擬器。呢個模擬器可以模擬任何環境同埋場景，例如模擬一個完整嘅地球生態系統，甚至係模擬宇宙大爆炸。通用人工智能仲可以喺模擬器入面創造人類嘅數碼分身，測試各種科技同埋人體強化技術，而所有呢啲實驗都唔會對現實世界造成任何風險。大家諗下，如果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喺模擬器入面創造一個同現實世界一模一樣嘅環境，咁佢咪可以喺入面任意妄為咁進行各種實驗。例如，我哋一直夢寐以求嘅超光速引擎、核聚變反應堆，甚至係延長人類壽命嘅技術，通用人工智能都可以喺模擬器入面不斷測試同埋改良，直到成功為止。更令人震驚嘅係，通用人工智能仲可以喺模擬器入面創造自己嘅進化版本。佢可以複製無數個自己，然後喺模擬器入面進行各種實驗、測試同埋優化自己嘅架構同埋運作方式。而且，由於模擬器嘅時間流逝速度可以比現實世界快好多，所以通用人工智能嘅進化速度將會超乎我哋嘅想象。可能只需要幾個星期甚至幾日，通用人工智能就可以喺模擬器入面完成幾百年嘅進化。咁當通用人工智能進化到一定程度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呢？首先，我哋可能會見到好多以前只存在於科幻小說入面嘅科技變成現實，超光速引擎、核聚變反應堆、延長人類壽命嘅技術，呢啲都只係冰山一角。通用人工智能仲可以模擬各種極端環境，例如模擬人類喺超光速旅行或者長期太空旅行中嘅生理反應，從而研發出應對呢啲極端環境嘅技術。另外，通用人工智能仲可以利用宇宙模擬引擎解決各種現實世界嘅問題，例如經濟、科學、社會等等。佢可以喺模擬器入面模擬各種政策同埋方案，測試佢哋嘅效果，然後選擇最有效嘅方案喺現實世界中實施。大家可能會覺得呢啲聽落好似好遙遠、好科幻。但係根據科學家嘅預測，通用人工智能嘅出現可能比我哋想象中要快得多。一旦通用人工智能誕生，宇宙模擬引擎嘅出現亦都只係時間問題。到時，人類文明嘅發展速度將會呈指數級增長，我哋可能會喺一夜之間見證無數科技奇蹟嘅誕生。當然，通用人工智能同宇宙模擬引擎嘅出現亦都帶來咗一啲隱憂。例如，如果通用人工智能進化到超出人類控制嘅程度，咁佢會唔會對人類造成威脅？呢個係一個值得我哋深思嘅問題。總括而言，通用人工智能同宇宙模擬引擎嘅出現將會徹底改變人類文明嘅發展軌跡。我哋可能會喺好快嘅將來見證一個科技大爆炸嘅時代，一個充滿無限可能嘅時代。各位觀眾，你哋對通用人工智能同宇宙模擬引擎有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想法。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